春眠的时节，一带强悠悠的，仿佛上到当庄王。大早，赵美生家家去到菜园巷，佢知道今晡日给我当木鞋，因为天时转小了呢。张产顺出来的姜的树，伫菜园的角头巷，叫家家来处理。要是乌桕的树苗啊，它的根很深，有的，你看，动到要是该乌桕的树苗，人的行业按的琼的树，我也不知道，那是老祖宗传下来跟我们讲，说这个是琼的树啊。这棵树李海永最喜欢啦，改个造型冻浆，很漂亮哈。因为啊，以前是田啊，天冻灰啊，所以它可以长得好大好大。你看，哇，好大一棵，你要2、3英嘞嘞，唔讲，跟树对我来讲就是下班走闲夜的些子，你要树下又嘹亮了。你看看，你从这样看的话，你就觉得哇，很舒服。姜的树是落叶太强木，树的上下都30公尺暗高，也被像심长的叶呢，算是动物上的树种。春天时节产顺，热天开花，秋天大紫，寒天也被转红，一年四季有无同样的风情。大年5、6月嘞，是姜的树开花的时期，野种花是血捧的人。看着襁褓的美颜植物，在台湾算是罕得有的物种。人家那个看到烟豆菊棚的烟豆，一下我就好用个烟的菊棚啊，叫我叶片。叶片人看到全部叶就差不多叶睇了哈，你就同家碰上个门给它关起了，就唔好别走哈。天还蛮光之前，冇做天暗之前，等棚啊全部叶掉啊，转球的、转枝的，一下来菊啊，要做一个晒棚的动作。比方讲，一下晒到那条诶，再拿做一个一刀的去锯好哈拌上茶，然后再到唔可以冰棚的地方来做采麦。呀，这个地方有一种当特殊的乌桕，黑花姜的树来采呀姜的树麦，5月底到6月初一个期间，就要采一种当特殊的乌桕米。地点去注意，你看好像面临环山，也属于保安林，也去野上的，其去的只跌好了，只要上，要保持具有一定的数量，来采一种麦叶。棚的密实的范围是半径3公里啦，接近做6公里的范围，所以说棚的底下就会标，就可以采到较充足、较丰富乌桕米。那从4月初、4月20号左右从南部中部种了个就晒棚的上来，人家就采乌桕米啊加花期差不多1整月天天啦。今比采第一次的乌桕米来讲还算不差，天公有保佑啊，这样采到要乌桕米。今年呢，我扶持安好就是讲天气，你看规整月来了，就是没落雨，温度也有到32度诶。所以讲对于乌桕来讲佢留咩那个安尼就当强，所以讲畜棚的人底下来采一乌桕米就当丰富。假使持续讲安尼天气好，3月、5月就要采一摆。去年同前年，係受到天气的影响，导致于讲无采到一个乌桕米。10年以来
经验特别的叔叔听了好，磨下巴真是一时就唔是这样，就磨没有开店做，经验特别好。香梨酥夹粒，做出来就较拍，夹碰糖呢，香梨酥嘅碰糖，香嘅咩咧也较淡，唔好掺牛面咩啦，跟其他掺咩，佢颜色较沉，较糊涂，食起来嘅口感、风味也冇咁样，佢较淡，那食起来佢淡淡嘅面，讲唔出咧夹嗰种嘅面拖啦，都是当上当真吃啦，我食唔想讲话啦，唔讲用糖唔出，我唔去嚟吃。香梨酥就会按人面拖。吃不了柳麦一天要靠甜食，就讲有热土拉，热土拉几张吃不张我柳麦，碰一出去，几张菜都也咩嘢，张有好肥炒，做那做碰到行储存也咩，营养张菜都咩。假使落去呢，快啲雨水就同佢咩嘢，伊就淋起嚟。碰个就差不多也蛮好吃着好食，也就靠天吃饭就会安尼，小朋友也就安尼啊。当然一下种农的，佢就爱靠落雨冇也就不寒天的呀，佢种的作物就欠水。我也小朋友就相反，意思讲相反，才冇落雨哦，我真要按好嘅蔬笋啊。假使讲天个行要变天的，就开始落雨的，一下天气唔好安排些哦，就要把菜黑就要转了，就要打包回府了，拜拜了，说再见了，安尼。香梨酥开发家下，都好是台湾的玫瑰，故说香梨麦就变得特别珍贵。贵的玫瑰唔单止碰的、用压的，就会比了呀。那个一种强的虫的，每地呀香梨酥行特好转变。一只突变师东方长嘴帕拉山忙上夜的虫诶，面对生命路上最重要的时节，佢散忙出力，相爱脱好，也咩佢一旦赞美，也系一旦危险的时期。伫历史在暗道的苏拿路上，脱好转变是难免往来呀。等时间经过，金头的叶，天天呢春展开来，其实呢就像假的一辆随风色的沙山，叶顺势生出来，佢咪同世界宣告，出家是一只强的虫诶。突变是东方长嘴帕拉山，是伫香梨树上生发的虫诶，主要还是香梨树的嫩。来维持生命，头拿较长，行过头前圆圆，带的白色的斑点，现在佢一生只有白色的蜡粉，故说有很多帕拉山。帕拉山的生命，长短短的一年天天，虽然有热，不过当手臂，隔个一生，差不多就系啲香梨树上生发咧。香梨树龟头有托，不过每一生做起宝，佢龟头诶就做得拿来做药嘅，食得没过得。伫台湾就有人认证香梨树救到佢嘅命。差不多吧，就10年吧，就，嗰下。嘛唔定用白人皮肤都袂好嘅，那个就嗰啦背拢嗰度吼，啊不到水冇是会冻开嘅，细日也看，甲重日未看，不过拢看唔会好啊。就因补奶尾，我就做奶尾，从那个六神无主啦，无头苍蝇用的，慢来做，结果冇好嘅方法，我当面紧上去，有时就甲下猛去死个全部种中药啊，我就变药素，变青头药素，我花青头时间嚟看啊，看到了乌酒了，伊了属于来复合式的疱疹了，可能就好。大腿边面你爱种下，下摆又种咧，慢来是什么？慢来顺利长。
掠遐乌石掠的很还好，很轻多了，慢慢的就有啥了。伊上无办法咧，冇个方法上个头嘛就，该学个也讲去，哦，无法度，去讲该机会去快上桥哦，安尼看到咪心肝真烦的，讲啊安尼用为安用的，因为深伊冇伊有法度啊，讲大家讲都当强，去到解就咪冇效啊，所以讲引导冇效。冇乜个方法先，马上现在讲得多，意思表现伊啊。唔是考虑，唔是用头脑考虑的。差不多一礼拜，差不多可能12-13日啦，2摆3摆，数量咪当多你冇限咯，伊早安做几安日过安吹啊。我吹就拉来几下来过一遍，过啊，也冇开。生病的人都是这样子啊，心情不好啊，该下线上就讲。你夹以后咧吼，我同你出街啦，后伊出街了，我讲，我家是乜解都冇诶。反正家都身体唔好啦，乃会上个出街咯吼，啊就创到腹卡呢，合唔出去，偏肉嘛冇咧，冇买肉。就想讲，哎呦，冇联络老公，自己走了就好。佢咪先開又可能冇法度啊，因為擋唔掉嘅，咁就用呢個啊，醫生要冇法度啦。因度該當實際嘅先，會該心肝情煩啊，佢咪六神無主咧。我就喺傾機講啊，個人啊，等佢嚟講，我親戚嚟 call， 我講佢冇拄到冇樣法，佢講佢好容易看手啊。嗰是互相照顧啊！佢拄到冇病，佢也咪跳工啊，也冇解。尽量嘛。动量，像吹冷气一样，很凉。好天多嘞。对啊，好像没有那么会那么灰，蛮灰的。差不多。过3礼拜啦，但是感觉就还好的，很舒服啊。过落去甲动舒服啊，还行好，还是又继续经过落去。就会觉得他救了我，可以救我来啊。你对我香港话莫写心态。对呀，他是植物的救命，老公是真的救命的。时节来到热天，在热发发的热天，墙的树上落下的看得到帕拉山，见到已经开始配对的。青年民的一来走顺，一对帕拉山当地的高迷，高莫去救的，然后一对帕拉山。我开始搞米嘅，一只季节咧，墙的树做嚟讲係喜事连连。搞米过后，太快生热，买虫嘅为啲杜代米节咧，2批半夜型嘅蔬菜上落粒嘅，再过一粒粒嘅对下摆摆光上，摆到斜斜，落粒嘅就像长嘅糯米嘅型嘅。下节有一类细芽点的，然后脑袋是一层像膏样的东西，会染喺啲树皮上。长生出来落粒的，是咖啡色的，到铺发前长成咗5色。
一只蚂蚁虫诶，上喺度一道亮嘅卵块，大只卵块大概有60到140粒嘅卵粒。味道要保护卵粒嘅蚂蚁虫诶，會留肚帶拍粒過到卵塊康，一直到卵塊就有拍粒嘅。蚂蚁蟲誒就完成上卵，也未代表佢嘅生命就要結束，新嘅生命係當地嘅準備。也係一個無限嘅季節，都會夏米秋初，聽到拍粒柴反出嚟腳鋪，向嘅樹沒上年果子。亮啪啪的呀！这是它的种子，这个白色的都是那是未成熟当到呀，这垂下来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风动态的时间有个风吹下去，个籽会跌下来就是随地时生长的啦，就长在这样的，当到处都是了是去跌下来会叫核籽拍的，白色的是种子，了会叫核啦。像这个的话，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好像有一种油脂有一种蜡，走蜡粥太600片沙呀。我们是没有，我们是把它当做杂树，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就长起来就乘凉而已。到了秋天，聽到也被杜康的淡藍成分進來進到，向嘅樹葉變做堅強。1976年代以前，新埔同關西幾大嘅富人家，就會到夜市節去摘向嘅樹葉嘅來釀布嘅。香嘅樹做嚟釀布係我參加了試驗，有接觸到師傅釀嘅欣賞，有聽佢講過，當到師傅當做嚟釀布，特別有講到香嘅樹未做嚟釀，就想起講頭擺細細嘅時節，做生意嘅時節是時常會看到咧香嘅樹當到，不管天空路順又看得到咧香嘅樹。香嘅樹一般吃不釀到香濃愛在秋天的時節，因為家下吃不較成熟啦枝葉愛好落地的又較好的。像我自家做香嘅樹來釀布的規則係9月10月階段用改良時釀的。香嘅樹摘咗呢，愛獨獨個，愛本地嘅色素較容易出來。今日摘咗落嚟，有毒，發覺到，如果佢哋按摘開落嘅時陣地背有個拍拍嘅黏叫一般有帶黏嘅植物來釀布，佢嘅好唔會褪色，好耐色，即係講煎熬度較拉啦。用水落去煮它水滾開始酸3點鐘了其實色素是差不多出來了，因為看佢壓不了就要煮到落來，是差不多好了。布冰到飲了地步要煮差不多半小時，煮好嘅時拿起來，因為就用無腔讓嘅天色。像你地留起來呢，就無天色，佢就會本來嘅香嘅樹釀出來嘅本色偏淡色。你地呢，就係用牛眼樹去燒嘅火灰，來天色，火灰天色佢就帶黃，一行過去到有啲嘅黃綠，無香樣一撒係粉色，一撒就帶黃。你冇用其他嘅東西，你有用嘅牛眼樹嘅火灰。你涼就係用個鐵爐水，用鐵爐水去做天色，佢就會帶霧。你霧色係天擺釀出來，因為我家人前有吃，但是我唔係用鐵爐水做天色，所以霧色係我咁樣釀出來嘅色，會帶霧你種嘅色以醬色，所以之後我還係會繼續來用。
头摆的人，无解嘛解脏水按光片，伊都染布染好，要拿去个田方的南果梅，就是五色的南果梅，去种种了，按用手做得挺色。其实有铁路的身份，技巧要带舞。也头摆做生意的时间呢，还是记得，邻舍个阿婆阿太啊，佢做嘅衫啊，就会按用人来色。哦，你今日染出来，这样想讲，哟嘿啊，头摆老阿婆该都做嘅衫，迄唔系就用你穷人书去染嘅，又加下细细唔低，所以你今日染了，你这样想讲，会可能係头摆老人家做嘅舞布舞衫，就係用穷人书去染嘅。乌桕这个它的来源啊，就我的考究来讲呢，应该是这样，就是它的叶子啊，这个含有很多这个单宁，是吧？古代的时候呢，把它这个叶子采集下来以后啊，放那个水槽里头，做染料，是染成乌青色的。为什么桕呢？因为那个靠基部的地方呢，它一般老百姓啊把它砍下来，这个没啥用的，然后就把中间掏空，养鸡啊、养猪啊，就在这个槽柩里面吃的，啊，因为这个叶子啊可以染料是乌青色的。底下呢，它可以做那个柩巢啊，作为饲养动物一样的，所以乌桕，从我个人的推测，应该是这么来的。从小的时候，我们也是来自于农村，来自湖北的农村啊。从小我们也有见过我们的长辈啊，在一直利用这个乌桕啊，在做一些农具、做一些家具的一些情况。这乌桕呢，它这个树啊，木材呢比较坚韧，但同时呢，硬度又不是太大。也不翘不裂，做成那个颚头套在这个牛耕田的时候，套在这个脖子上面。如果这个木头太坚硬了，人或可以把它这个皮啊会磨烂。但是这个乌桕呢，它比较柔韧，木材比较细腻，套上去以后越磨越光，所以这个把它作为颚头做木犁啊，在我们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时年1694年，台湾父子党項有寫。水牛此內體來，顏渣之堂，黃牛全山都有，此以順習之，用以耕田家茶。鄉嘅書做得講係，聽得牛嘅傳入了台灣。現在鄉嘅書係拿來做農期最好、咪最普遍嘅材料。叫我帶埋東西，我買個多呀。幾啊？呢兩件係啊。好啊，好啦，睇幾度啦，我攞起啊，寫幾本嘢，好寫幾啊，啊攞去簽書嘅，有冇？我改片看啦，做得冇？做得啦。哦，我要拖練咯。插把機啊睇。哦，雞條。有雞片，冇啲雞片機得多。哦，我攞拿機啊。拿機吼，機起來時，要做牛鴨，牛拖嘅啊，嘿，牛肩條，牛要拖嘅牛鴨，牛鴨就要切啊慢嚟嚟做牛鴨，我就做得啦。唔使按葱啦。唔怕，可以下去，我好好技術好嘅。好。你得哦，下去的哦。唔該。睇唔起啊藥？哦，做得好，有槍好。好，有槍是拿起來，槍是底的哈。好，可以哦。哦，轉了。鄉嘅書啊，是講真有名，講真好嘅書誒。普通冇做了書了嘅人啊，唔知講了鄉嘅書好用到哪去啊？哎呦，你一隻牛鴨吼，我親手做誒，差唔多有幾嚿咧，差唔多有30萬元嚿。你啊，鄉嘅樹吼，溫度啊
老猎杂啊，差不多诶，就所长是蛮多哦。这东西啊，真久没做嘞。我今年吼87岁，32年没做了木箱。连牛红爱做诶吼，爱都低诶，口感爱都低诶，肉清肉，吼，真就也有点清吼。你也按本地嘅东西嘅，清硬清无做，比了吼，加日本无做。像个树啊，有点是嘛个嘅肉啊，像个树嘅树肉啊，好做就耐用，较唔会坏啦，无按脚坏，清耐。加些吼，嘛个东西都有。唔免讲到了，单单来呢，还有六车骨爬，二望田的东西全部有啊。那个香的树吼，就是养鸡的吼，你要烤好的，烤好的是你要太热的馅啊，就会安用的，吼会粗粗啦，我等佢早吼，了了熟啊吼。佢要用冷冷光光啦。梁金良一生人做做农企，一下佢要90歲，也可能係佢親手做嘅最美嘅一隻牛鴨。梁玉山此時看家叔公梁金良用腔嘅書來做農企，看到嘅佢也學校嘅家叔公嘅好樹意。烏桕樹它有那個彎的弧度，所以我前期是較夾哦。這隻樹枝做得了，做乜解呢？你看，做佢翻嚟喂，講哦。了佢翻嚟喂呢，頭擺是喺農業社會哈，吃撈飯的。佢個慢慢哈，老了再翻嚟喂哈，輕用哈，你看。烏桕一般的話，它的質料的話。哦，可以做多樣化，我批一隻飯匙給你們。差不多了哈，做得了。老祖公食老腔的書用到當道素材，一下現在時代改變，有得用手工做的東西，看到自家當有感情。天時轉涼誒，咪家咪我做喺準備來過冬。壯膽傳嚟夾推人呢屁股點嘅羅秀珍講，大屁股要打來夾，又要打來好。有一副用腔嘅書做嘅輪帶，係一定重要嘅。你是姜啊哈，攤邊係姜啊，你姜啊哈是愛把手行哈，邊個20年左右，哈，阿姨是台就過來台灣，啊是那年過來的。就80年咧，啊，以上還有多年，我冇買就進駐啦嚇。左手就拿姜啊，啊右手拿錘啊，嚇啊掉邊掉起來，跟住按攤，啊攤，好咧，兩攤係是這的哈，用兩個哈從攤姿態上，你姜係上震動上啊哈，震動係上去哈，好它什麼樣呢不易散。因為哈，佢哋按照嘅啦，起發射作用係按照嘅哈，嚇，所以就硬啲嘢嚟，硬啲就綁唔到啦，當然綁啊，時人嘢冇綁嘅，所以嚇，你睇你長開咧，就係鬆嘅。找到你安排做得啦，攤兩地，冇攤啲事，係。你睇撞面呢，改面呢哈。按照冇去做，唔去做啊哈！你下哈打比賽，把腳我攤，把腳我攤。兩個師傅，應該特別哈，比較愛把哈，學術上面時間嘅。
两3年4张年，马个小一做。你看竹搭的，你竹搭的哈是嘿，特别好爱给师傅哦，家爸家人爱做的，好，他们用10年来的时代，啊，你看竹搭的意思是讲切落去好看线，看那看线看好之后啊，是润头润的，你看是润头。就农人家讲的哈，是爱把传统下来哈，是用琼花树，那琼花树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两面哈最重要。做唔得挂到，以上是系老人家啱讲啊哈，讲两个非常难做啦。迄润条啊是系琼树做的啦，迄琼树做啊，起码就按台价个，按加顺面啦，做个啊，你做去，那需要都整啦，整毛病你略个胖啊，哈，略个调木做唔得咯，哦，略个下胖得个吼，喊个意思。那几节的哈，然后拿出来这个泡啊哈，泡做两线啦哈，皮也是的啦，应该挖是做唔得呢哈，可是那个杀鸡啊，那弄其实下土起来啦，你啊，个润的是的啦哈，个线啦面啦哈，是不夹落去，冇出力做唔得啦，出力啦，出力就得就转啦，就得转上线是不？就会夹落去啊。润头润过以后啊，哈，个线啊是要面的粘住来的，你要各样皮我听到，哈，那像你3-8岁哦，各人搞的各样皮拆下来的，所以它表示一下就粘落去的，安个是你就好了，安个啦。你润头哈，成挨把哈留下来，一到年啱啲啦，最起码要加10年的啦，佢做成多叫润头不挨。因为旧冇用，所以也会用得好多，啊，就得要旧从旧到哎，冇用嘅啊，旧冇用是咪嘅啦？看到两个润头啊，咪上到老人家，特别13、14岁嘅是嚟摊皮哦，很辛苦嘅度哦，啊，就睇到過台灣咯，啊，嗌啲人辛苦咧，唔係你將啲喺度啥，所以哈，佢留下來不敢當東西啊，當咗係播咗起來。係摸起嚟學啦，啊，樹材摸用嚟啦。經過多年咗以後哈，大面皮也蕭條咧，所以慢慢就摸得起嚟，所以就前肺炎，啊，就成咁多，哦，挨把丟不挨，基本個頭哈，挨把丟不接，係，哈，所以挨把很辛苦，哈，就體育丟不挨，挨基本啦哈，哎呦好啊，你個丟播上起來，哎。用琼的树作为轮刀，沿在传统的大屁股店，就同佢看做像宝。一下天天呢行业的事，看到一条老古董，一条人，就会想到老头白。初秋的时节，天是天天的转凉，三轮过后，一张热的帕拉伞而铺发的。眼神係半透明的幼蟲，一扎扎的當地嘅脫殼而出來。有條幼蟲脫殼過後，你出錢呢，係你冇辦法鋪花成功，細細嘅眼神就流到藍褐紅。好彩鋪發出來嘅條幼蟲，眼神的色，當家就對透明轉到淺咖啡色，也過後就從瓊的樹上散發咧。帕拉山算到係台灣嘅原生物種，也係同瓊的樹瓊下本人帶落來台灣嘅喏，到一下就冇人知的。秋氣冬來。台灣的瓊的樹係你一樹漸強，不過喺中國華中地區，現在緯度較高、溫度較大，風勢的也被幾近率強強。喺也位瓊的樹是係當從野為經濟作物。明代起講起，邊的農政全書，
当方有写：自爱拍囊，压翅拍油，粗蜡烛，自中人，压翅清油，烟淡吸面，头发变黑，腰可捏切，其叶可染粗，其末可刻树，其雕粗细物，且数久不坏。最尾汉总结讲：一中即位，子孙书诗之礼。试讲起鼓励大家多种孔的书，有的位主演甚至用孔的字来纳税。故说在江南高山，孔的书的量当多。乌桕这种植物呢，这个在历史上啊，其实利用已久，在很早呢就有文献记载。最早我们在这个《诗经》里头，为商于子，这个子指的乌桕，毕恭尽止，也就是说，在人们生活当中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对这样的植物还是比较敬畏。当时种桑是为了养蚕，为了做编织；这个子呢，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点灯所用。古代没有油啊，那就是主要是取这个乌桕的种子外面这个蜡，用它这个种子的外皮这个蜡制成蜡烛来点灯。所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房前房后都种这个乌桕。我们从小大概从5、6岁的时候我们就采起，一直采到7、8岁、8、9岁，每年都采。因为采这个种子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时候一个周末可以采7、8斤种子，1斤种子2毛多钱，这可以卖到1块多钱，就把我们这个一个学期里文具啊、一些小点心啊，都通过这种自己的劳动来去挣回来了。所以对当年这个事情我们历历在目，乌桕我们有很深的感情。孔的书的原产地在中国，分布的范围当法，主要是用人工来种，是当创业的有机植物。孔的字是蓝形，都会寒天过後愛學或綠體，看得到白色的蠟燭包定燃，遠遠看就像點點梅花，十分香。湖北太湖的潘苗村，村的杜巷依做中南孔的樹，菜天人同佢很多木子樹。當年10月咧，金強也被開始轉風，等到深秋楓葉落青時，鄉村度白色的孔的字雕南桂樹牌。1970年代以前，孔的字是米家米户数以百来年之一。故說見到孔的字成熟的時節，上嘅杜巷一眼就看得到老嫩大細，都嘅採樹孔的字。幾下10年過頭嚟，上嘅杜嘅孔的樹已經收發當多咧。目前採子門前托子的景象，已經加當難看到嘅。你去見，叫我卡幾下推人就開醬油行，這是裝嘅杜用孔嘅樹來出山油，一等到嘅年代。我18歲就大往里干，到了將近20年吧，这个我的老宗干的，大约是近40、50年了。大约将10月间大吧，先8、9月间把油脂浇下来，在归药厂再卖了。再开始进榨，还有600斤纸挂120斤白油吧。还有打成白油了，还有淋的，不淋的现放出来是水，是清的。到淋的，所以说他妈又在冬瓜里打呢，冬瓜里打的淋过淋了，它是硬的。第二天冷回来都硬不了。17岁了之后，我大爷在那之后，我就这里玩。
这把我慢慢给他学的。这慢慢是我这边大爷是在我个人干的，这大爷不在的我是干的，那很辛苦，多累。3点钟起来，晚上3点钟起来，到这在6点钟下班了，6不禁止干了这么长时间。有人他嫌我这大爷，我就说的，你发1万块钱一天我都不干了。没有啊，就会找一人做，咱有的走蜡州，主要是走蜡州的，只要是走那油漆厂这种，它可以有木桶的，地处统一的旅游，它光有一样用。机榨油它手头快，质量没有木榨的油产量好，机榨的油不过关，那又不是说的木榨的油从古到今都是木榨的油出来好。你木质油还是最亮的，这花籽油跟那芝麻油、菜油，人是赶不上木质油，植油这是最亮的，这任何油赶不上它的。干完这些停了这没走了，走散发、点发、烧手，打花生油打的，打芝麻油都打，白油这一直没打。这现在啊，他的物资太便宜了，没人采，人家都不干了。就是慢慢腐乳，他人家也放了，没有了。石油当好嘅講件呢，用蕎麥酥嚟減油嘅年代，已經冇睇咧。冬夏時頭，糖到嘅減油上，一下馬長春到肥熱咧。楊千琴係台灣一下長春島嘅手工蠟燭師傅之一，此世做接觸一項家傳嘅手藝。我做蠟燭，從頭到尾做已經做35年啊。我從高中畢業開始為燒麵開始做，到這個頭開始做到今嘛。這個手工蠟燭，為我若做傳到我今嘛已經有100多檔啊。啊，伊個做法從較早傳到今嘛，攏無改變過。一直攏是只要古早的方法，一直做落來安尼。这是乌桕蜡，植物蜡的一种。干的时候、冷却的时候，它是粉状的。我今摆要打融化，互伊当做蜡水，啊，咱来做后期的动作，上蜡。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大概要30-40分钟。植物蜡本身它是天然的成分，所以里面都会有一些杂质，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先把它捞干净，这样子。为头拄做到即摆的感觉，就是讲正手边这边是咱正常用的石蜡，吼，伊是色水较偏白色。那这是咱乌桕蜡，吼，伊的色水色发偏黄。乌桕蜡这个蜡质，伊的特性是较软蜡。一般咱若做石蜡的时阵，吼，伊冷去的时阵，咱摸起来是脆硬的，看它是这样子，很脆。那乌桕蜡这个部分你也看，伊起来的时阵，虽然伊有一个老汤的感觉，但是你也看是软的，咬袂长。吼，这也是软的。即摆你也看我即摆挥者，可拢软去啊，吼，表示伊的油脂有够，吼，所以互咱感觉骨油这个感觉，所以是较软性的蜡，毋是像咱般石蜡讲的是讲较硬安尼。大棒用蕎麦酥來作為蠟燭，以前就看到頭擺老祖公散發的樣貌。蕎麥酥對樹葉的都樹頭，對春天到寒天。行行都有家嘅功能，時時都用得。老祖公當20世紀，甚至自家愛種愛種，冇帶定蕎麥酥嘅葉，啲頭鄉來種。我们当地有个习惯，一出远门的时候呢，老人就教他们在房前屋后种下一些乌桕树。出远门以后，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呢，随着它的树的不断长大，这个思念之情呢，就越来越深。生活相对
稳定一点的，那么他就说把它房前屋后那个乌桕树的种子呢采集，随着它一步步的往前迁徙的过程当中呢，在它的居地进行栽种，栽种那个等到乌桕的树长出来以后，是吧？跟家乡的一样，就是对家乡的思念呢，也就减轻了。到我们的年代以后，是土地是国有的，所以一般这种习俗也就没有延续下去，间断了。谈谈时代改变，现在老祖公当意思的姜的树，已经有当多的产品取代了。姜的树本单以为利用价值，每天天的本人填表态了。一下点点的推地角头，变成田庄下当江的风景。哦，不然两是乌桕树跌下来的，因平时是冇嘛用啊，是将来改落去，本金抹来做配种才好啊。因为它是天然的，差不多到农历年到12月底到元月噶哈，冬天那些个植物会转风，风以后，给整个那个树植物会跌下来，跌下来就当讲个风不下去啊哈，整个就像什么一样，那个不会形容，非常漂亮。你就站在那里跳那偶乐，就让它这样飞啊飞得很漂亮。冬夏时节，几头也被转风的姜的树，看起来特别样，特别像你。带点细笋的就米线，两公婆送我哋出家嘅門口，欣賞也一年一拜季節嘅禮讚。千年來，老祖公離鄉背井，看定個甜甜的姜嘅樹，想念家鄉，也美麗嘅情景同享受，幾經我咧。大家日幾日填表態，其實有個嘅好光景。不過，睇到一年四季變化嘅姜嘅樹，喺啲嘅田莊下起到採採，希望佢同按數盤行業嘅前年。